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若是我捌甲恁讲，恁已经看见我，也犹原毋信。见若爸所予我的，要拢就近我，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弃杀伊。”圣诗、新圣诗243首，旧圣诗44首，会众请起立。恁以色列族照成是讲。咱要用新的诫命做咱的信仰告别，请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主边，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怎日？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下面咱要来启用文25篇，也是诗篇103篇，我来启会众来用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着用全部的心神，劳动你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毋通为你一切的光辉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。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。伊用逐项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。上主实行公义。上主有慈悲，有仁爱。伊袂久长责备。
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，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。天离开地有遐远，伊的慈爱伊应伊的人嘛遐大。当离开西有遐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远。老爸怎样疼惜家己的囝儿？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。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，伊认定咱不过是土混。人的因的性命亲像草，因亲像野花成长茂盛，风一个飞就消失。无人会搁看到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，伊用公义对待伊的子子孙孙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用心尊敬和待应的人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伊的主权好敬万夫，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，即条伊灵灵的使者啊，这声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者啊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这声我的心啊，着称赞上主。这是咱来祈祷。慈悲听人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洗清阮的罪过。阮知你是阮的石盘，阮的避难所。请你恳求你赦免阮的本质是土粉，阮的软井，阮信仰上软弱的时，恳求圣神坚固扶持阮。阮身体欠安的时，破病的时，恳求天父圣神伸你医治的圣手医治阮，互阮早日恢复健康。今早起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要来敬拜学罗你，恳求圣神充满伫阮的身上，互阮所讲的、听的，拢受利益。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下面葫芦诗班要为咱所献的诗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
感谢妇女诗班带来美好的歌声。下面咱们强守上帝的话，圣经腓立比书2章第1节甲第8节，请。所以，那伫基督有啥物可安免，也是啥物仁爱的安慰，也是有圣神的啥物交通，也是有啥物慈悲怜悯，恁就互我的欢喜充满，就是同心志，仁爱，心神心志专一。凡事无得为着激动，也是为着空的用功来做，大家用谦逊的心，看别人较赢伫本心。恁别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。我俩甲上帝平等，所得着最所得接受的，反正拼他家己，主罗国的形象，正做人的样相，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。甚至死伫12架。下面林牧师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基督的心思意念。两位兄弟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搁通过纪念主日受差派来伫咱的教会，甲咱三个敬拜上帝。今日咱的讲题叫做基督的心思意念。毋知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当恁看这题目中间，你有咧想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是啥？你捌去想无？你有要想要去了解？咱做一个基督徒，牧者拢讲咱爱认真读圣经。新汉的教授对这个学生讲：恁爱认真读圣经，爱研读圣经。问题读到尾啊，你读谁的圣经？你读我的圣经。咱毋讲咧读上帝话，咱讲想着上帝的圣经，因为咱见他拢读着某某人犯着这条罪，我需要咱这段圣经才改变咧，对袂？咱拢安尼读到尾读着家己全闪过，因为咱就免悔改认罪，会袂？会啦。今日咱伫上帝面前，真正爱去思考，基督的心思意念是啥物？咱今日读这段圣经，在腓立比书第2章，第1节到第8节。咱知影腓立比书是保罗先生写予腓立比教会。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伫欧洲设立头一间的教会。这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工，甲牧师、甲保罗先生关系互相的密切。伫传福音的时间，嘛真支持保罗先生。所以腓立比教会长期支持保罗伊的宣教的时间。咱而遮看见腓立比教会是毋是有一个有见证，是一个兴起的教会吗？是。咱伫圣经内面，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到第5节讲啊，我既有少年恁，就感谢我的上帝，逐摆为着恁进人祈祷的时，常常欢喜来祈祷，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，三角有份伫兴起福音。保罗已经离开因仔呢，你别位宣教，你别个具体遐伫咧别所在，你传福音呢。但是腓立比教会照常甲关心保罗先生一切的事工的需要，为伊关心祈祷。咱伫遮通过这段话，有感受到保罗先生对腓立比教会也献上感谢无？有。腓立比教会对保罗先生真爱感谢的。
想因疼痛关心的机体。不过有人的所在，就有人的问题。当保罗先生你一批开始第一章，你讲起菲律宾教会对伊的支持，甲因献上感谢中间，其实保罗先生伫遐讲菲律宾教会有问题，有人的所在就有争端。对伫菲律宾教会内底组成，咱知影菲律宾这个城是中东、欧洲、非洲、亚洲一个交界的交通枢纽，真重要所在。所以这个城市五色人拢有，有犹太人，嘛有罗马人，嘛有西班牙人，嘛有阿拉伯人，啥物人都有伫内底。你无相像的文化，你无相像的民族，成做一个教会，自然有问题伫内底。这也是保罗先生写这张批最主要原因。咱今日读第二章的中间，咱咧看见啥？保罗先生伫咧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伫基督内的教会心态，有啥物心态？有这四种的心态。伊讲，若伫基督有啥物块面？恁啥物有啥物仁爱安慰？有线性的啥物交通？有啥物慈悲怜悯？咱你才看见保罗先生对这个教会，伊有真大的期待。头一项讲起，恁伫基督有啥物块面？我想咱后部教会。看咱的周报显开，毋是聚会的礼拜的小组，敢毋是吗？啊，毋是团契，也是圣歌队联系，敢毋是吗？今仔日咱伫遮的聚会礼拜中间，咱怎样来面对主耶稣来块面？所有的聚会，包括礼拜，包括今仔日礼拜讲台，咱做牧师的，咱做长老的。咱做同工，咱做各团契的会长，咱做小组长，咱伫遮你讲的中间的信息有下伫主的架势无？有下伫主的架势无？今日咱伫教会中间，咱常常讲啊，上后讲无后讲，这敢重点？伊拢袂晓讲，伊只要讲4字就好，基督是主，这重要，你知无？毋通讲到尾做后讲到圣经的话拢是我解说，这是悲哀呢。所以咱今日做一个同工，做一个牧师，做一个长老，做一个执事，做一个团契会长的中间，你带领聚会，你共块面，你读圣经的中间，你怎有照主的块面来讲无？相像的，咱做会众。咱做信徒，当你领受这个属灵的前辈，你分享中间，你有谦卑、学习、接纳，通过伊的嘴，你讲主耶稣的话嘛？我捌伫一间教会讲道中间，嘛是共款教我讲台，啊，你讲到教会。迄时阵敢要选举的款，甲咱共款，咱敢是11月份就可以选举。啊，讲到迄个社会现象，我嘛无讲都支持国民党啊，支持民进党都一党拢无。我敢讲选举的现象安尼尔。突然一个圣歌队的队员徛起来，牧师你莫讲政治，我转讲去呢，转行出去，伊袂做礼拜。牧师，你伫礼拜袂使讲政治，这句话若成立吼，我今日封口不讲话。为什么？什么叫政治？在座的有大学教授，就给他解释一下。什么叫政治？政治是啥？哎呦，你破死我！政治是关系这人的代志，对无？请问，咱今日做礼拜戴口罩，这是什么代志？卫生问题吗？为什么你们戴口罩来做礼拜？
这是正确正治呢。你无戴口罩，这么较不要紧啊。去年3级你无戴口罩安怎？爱罚钱，上工无戴口罩爱罚钱，这我的人权啊！因为最要紧，咱今日来教会做礼拜哦，咱常常甲上帝看做下骹，你知无？什么叫看做下骹？只要讲到民进党，上帝细汉的；只要讲到国民党，上帝细汉的。爱听有意思无？爱听有意思无？今仔日，咱伫领受信息的中间，你若认真看旧约到新约，请问有咧讲政治无？以赛亚先知，伊是一头到尾是皇帝身躯边一个人呢，整理几啊国王呢？伊咧遐传达上帝话呢？啊，若王若无欢喜听，就安怎？甲抬头呢？咱今日伫上帝面前，我今日毋是要讲政治，请恁放心。我是伫遮咧提醒讲，有啥物看面中间，咱咧听的中间，你今仔日有用谦卑学习来接到上帝来一块面无？今仔日咱做些信徒，包括牧师中一信徒，咱拢你做礼拜中间，咱拢爱忠心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点睇即个牧者讲的，碍着你的耳孔，甲你意见理念意识无共的中间，你会当看伫主耶稣的面前安怎？会当包容接纳袂？可不可以？哇，这才是伫主内的一个基体嘛。啊，若无免讲啊投票啦，免讲啊选举，咱教会已经开始吃薄饼啊，你要信无？啊，当咱为着政治色彩无共，咱教会就分裂啦嘛。啊，安尼咱要安怎样讲？咱咧唱一条歌，唱啊足欢喜，讲伫主耶稣来是一家人，伫主耶稣来是死一家人，敢是安尼？毋是死一家人，是一家人。今日咱若无伫主耶稣来，咱真正死了了。每一个人用家己意识，你看对待别人，包括煞拄啊，你讲迄个新歌队，上帝足奇妙的。结果我讲道煞落去，伊搁徛伫下骹呢。我就是已经离开教会啊，无呢，伊专甲讲一句：牧师，你的车挡伫我头前，我袂当开。我想上帝那遮奇妙，我车毋去停喺别人，我停伊的车面，互伊拄袂出去。然后我有机会甲伊讲一句话，讲：这位兄弟，请你尊重牧师的讲道。哦，我嘛尊重你的反应。咱拢是主来一家人，对无？今日为什么咱教会有法度送香甲布为斗阵敬拜上帝？为什么咱教会一寡上流社会的人甲基层的人有法度斗阵敬拜上帝？为什么咱教会有遐捌字的人甲毋捌字的人斗阵敬拜上帝？为什么？敢毋是拢伫主耶稣的内面嘛？我讲今日即个理念，咱爱出来呢。若无出来，咱伫遮咧去做教会啊，去做到尾会变做啥？胡伦社，我甲你讲真呢。什么叫胡伦社？你知道？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，有受上帝召的人，才有法度斗阵啊。讲较歹听的，我是一个更生人，更生人听有无？我一个更生人敢来咱教会无？伊敢讲我是更生人吗？绝对毋敢，因为咱回去听到伊是更生人，咱囡仔紧带边仔，定下去互拖去，会袂？嘿嘿啊！咱今日伫上帝面前真要紧。过了，你讲第二项，有啥物仁爱的安慰？安慰是对一个咱的兄弟，当伊心情作郁卒、真软正，伫艰苦心的中间。因为通过安慰，通过主耶稣一个听的安慰，伊就伫遐得到帮助，会当佫爬起来。
所以咱今日伫遮爱把握机会，伫咱教会，咱听到咱的兄弟姊妹，你艰苦心的中间，咱爱该支持、该安慰。我牧师伫今年5月确诊，我恁讲你无惊到啊？口罩戴开吧。我确诊，我就隔离2个礼拜。我转隔离2个礼拜，我拢袂当去教会，也袂当做礼拜。结果我听着一个声音，义阮的会友传到我耳来，讲吼，牧师会确诊吼，就是无认真服侍啦，再确诊。像阮做点一认真服侍，拢未确诊。我听了上帝啊，下面我真正去互定罪，爱定12架，悔改认罪。结果有一遍，我要请庄家新牧师去代理我去主持礼拜，伊甲我答应好。结果拜三讲伊也确诊，当我要搁找啥人？4家门拢确诊。原来一群人拢无认真服侍，拢确诊。我咧讲这检查就是笑话啊！咱的兄弟姊妹伫你的家庭拄着困难、拄着艰苦心的时，咱有徛伫主耶稣的内面，会甲关心、甲安慰、甲支持，还是咱以为甲贴标签，要甲安慰，搁甲贴标签，搁甲论断？你想，伊要安怎搁转来到上帝面前？有啥物仁爱安慰？这是咱教会生活生态中间最重要的。今日真要紧，保罗先生讲，有信伫主耶稣的内面有信心会啥物交通？咱在座检查讲，讲到信心吼，咱教会长老会敢若无咧追求讲方言吼，无咧讲赶鬼医病等等这些代志吼。信心是啥？我真毋茫。因为保罗先生伫遮讲有信心的啥物交通，最主要你甲咱讲起，咱教会的3交陪，甲一般的社会交陪无相像，是一个属于信心的团体。咱今日每一个人来到这个教会、三个聚会中间，是真做一个属灵的团体，是起造伫耶稣基督生命的基体。所以，伫耶稣基督的真理顶头，伫遐起造，伫信心引带中间，咱伫遮彼此3个交陪，互相沟通，互相安慰，互相扶持、支持，敢毋是嘛？所以，咱毋通将公司迄套，毋通将社团迄套摕来咱教会，毋通呢？为虾米安尼讲？你今日受捐项设立做牧师，你要真做咱教会正人的奴仆，敢毋是吗？你受选做长老执事，受选做团契会长，你敢是受设立来做领袖？但是这个领袖呢，嘛是甲牧师共款，你做奴仆，你共服侍，敢毋是吗？这若毋是通过信心的开发，上要做。我今日伫社会。伫一个公司组织，还是一个社团组织，因为我做理事长，我做董事长，我有迄个权，我有迄个威严，我有迄个power，我做毋到意思，叫去做奴仆，送袂。今日若毋是信心感动，咱的心欢喜，这是主要所对咱的呼召，要做一个奴仆的心态咧服侍。咱真正咱的教会弄到尾啊，真正无耶稣的听伫内面。而遐保罗先生讲到第4个心态上，有啥物慈悲甲怜悯？今日咱教会真重要，你强调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一个有经历上帝听的人，你有经历着上帝听的人，你才会发出对上帝出来迄个慈悲甲怜悯。若无，咱拢会用世俗的眼光。做一个标准，你是啥物款人？你是啥物款人？你是啥物阶层？用安尼你相对待，敢毋是？因为你甲我亲，我就甲你亲。
因为你甲我讲话袂定答、袂对角，所以咱就袂亲。你了解吗？你们这边，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前真要紧的，咱爱伫领受上帝听中间，相相对咱的兄弟姊妹，离遐慈悲甲怜悯的心对遐出来。佮煞了，保罗先生讲到真要紧，教会有这4种的生态，问题要安怎做？而且讲到这个最重要的美角，咱三个来读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2节，预备来，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，就是当心志、当仁爱、心神和谐、和谐，心志专一。你有看到一对翁仔某咧骑水力车无？你有爱骑无？我骑一摆了，我就袂骑，因为我捌骑。三个人的水力车，头一个是我骑，第二个是阮某，第三个是阮囝。落骑做欢喜的一起冲，爬骑，后壁2个无要搭，我老牛拖命拖袂骑，只有落来骑。伊安尼我全歹骑。你来搭，爸爸我无力，阮某讲我就搭无法，我嘛是大无法，一个人拖2个，哪有可能去爬行呢？所以对安尼，我想这水力车若3个人斗阵落，应该是冲起来，敢毋是啊？结果后壁2个爱用力，因就毋搭，害死这做老爸做牛来搭，完全。因若你叫我骑水力车，无只一台，我就开我。咱教会的什么叫？当心志、当仁爱、心神和谐、心志专一。保罗伫遮讲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咱着当心志、当仁爱、心神和谐、心志专一。若无这项物件，咱拄仔讲迄4项的心态，咱无可能发生。我为什么爱对你怜悯？我为什么爱甲你安慰？每个人至少门成学就好了，感谢主，敢毋是吗？你确诊，我搁去甲你关心吗？不是飞蛾扑火，对吧？阮会友去大医，我打电话爱牧师去甲你关心他，牧师你唔通来，病院禁止人来，你也来陪我的人要出去，你还要做 PCR，这麻烦你莫来。我听了我心里就感动，感谢主，你听吼，这是政策。无，请问，牧师知影咱会友确诊爱去无？你知影会传染，你嘛是爱去。我有一边我的会友陪我去探访一个，伊咧病院爱着 TB， 你知无 ？TB 你知影无？肺痨，台语叫做肺痨，肺结核。5个长老陪我去，你知无？去到病院了后，你知影因迄拢有迄个隔离，搁爱换因的衫。你知影5个去几个人入去吗？一个，牧师入去，5个长老都有效果。牧师讲：恁若惊，我嘛会惊呢。目睭刻刻讲上帝保护我入去出来无代志安尼尔。你问我即个今仔时阵，牧师毋是讲领下列就应该安尼做，这若毋是上帝听。咱哪有迄个信心入去？会当片面就片面，敢毋是吗？我们现在的防范政策能隔离尽量隔离啊，不要有交集来往就好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咱的卫生常识是教是咱安尼，但是伊伫迄个时阵需要是，你有徛伫耶稣的时候，伊咧需要你。你知影迄个兄弟，伊70几岁看到我里面，感动甲流目屎，我是你靠啥？牧师做多谢你，我住遐久啊，无人甲我看，敢你来看，讲恁囝无人敢你来。因囝嘛毋敢入面呢，因囝伊甲发落去大病院治疗，毋通入面呢，因为因还佫有孙呢。今日毋是牧师，上帝真宗教甲我打，我拢袂惊，毋是安尼，是出伫基督内同心同行，
另外这位阿摩斯有讲一句话：两个人若袂同心，要怎样同行？有道理无？翁仔某嘛是安尼，咱教会嘛是安尼。今日咱牧师中这兄弟姊妹若袂同心，咱要安怎来做上帝事工？无可能啊！牧师外头嘛是无可能，就是上帝派来耶稣嘛无可能，你了解吗？其实我有当时咧读圣经，读到要讲耶稣是按照咱这个社会标准，他不是成功者呢，他是失败者，有没有？你想耶稣最后人生的最后一里路，伊学生出卖甲出卖对无？绕跑的，有几个留伫身躯边？0个呢？他的成绩是0，你知道？连一个都无呢。但是你看耶稣咧做啥？咱爱真正体会。保罗先生伊讲：恁爱着互我欢喜充满。保罗先生已经足欢喜啊，你知无？但是伊咧讲啊，无够呀，啥物无够呀？恁啊无同心呐。你无啥担心，每腓立比教会每一人都热心咧听主学师，但是拢为着要传扬耶稣基督福音，但是啦，因无同心。所以保罗先生甲伊讲啥？甲伊提醒，伫基督内，恁着爱闪开的代志。伫迄个腓立比书第2章30节，凡事无得为着激动。吼、唔通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，所以而家咱看见为什么伫教会团体会激动？其实咱教会通过咱的迄个改选中级迄个民主议会制度，真容易激动。你甲咱提醒，请问做长老若无基本票数，敢会调？恁长老敢一个人就当选一票就当选吗？毋是嘛，至少要过半数嘛。啊，无半数的人支持伊，哪会调？对吧？所以伫咱这个教会制度中间，真会容易产生这个问题。但是咱爱谨慎。保罗先生甲咱提醒，咱爱谨慎，凡事无得为着激动。什么叫做激动？激动的人是为着要家己的私心，对家己有好处的目的，所以无去顾念耶稣基督的心意，伫遐即组人三个斗阵，会当来达成伊的目的。若是安尼，这会真对教会攀脚石。今仔日咱伫上面问，我顶工有听一个会友讲，顶落去甲探访，讲头一句话，你是牧师派的吗？我想以前学我听牧师，那我丢了你探访你意见调查，你是属于牧师派还是长老派？而且你甲人讲啥？咱你激动，咱你分别分类，你是阮的人还是人？你想这对教会有帮助吗？没有帮助。真要紧的，咱唔通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。今日一个教会，咱有啥物通夸口家己？咱教会无论做啥物代志，也真做真好的事，咱是归因光互上帝，敢毋是吗？咱所做拢是为着要因光上帝的，毋是要因光家己的命。所以咱伫遮看出一项书，保罗先生你甲咱讲，读到大家爱用什么？谦逊的心。哎，咱读一遍谦逊的心，预备。谦逊的心，什么叫谦逊的心？保罗先生讲，看别人较赢伫本心，这个容易不容易？感谢主，容易。那不容易就怎样产生什么心？万道的心就造出来了。为什么伊比我较好？有没有？咱真要紧呢，咱今日来教会哦，常常咧看别人比我较好。我今日看到咱姐妹牧师，佫会抒情哦，遮厉害。
哦，会讲道，阁会抒情，阁会探访，步步拢会晓。咱爱甲欣赏、甲学乐，敢毋是？还是讲，这个节目牧师是我学妹，凭什么比我厉害？我可以这样子吗？不可以。那安尼，我会甲伊的关系无好。我讲哦，阮学妹牧师伫读神来，我拢毋知伊会弹琴啊。我来甲恁后部教会，哦，阁会伴奏，阁带妇女诗班，遮厉害。咱爱看别人比家己强。因为保罗先生第二项甲咱讲啊，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啊，捌拄着一个长老讲，牧师啊，恁足好，边仔做礼拜，恁敢若拜了礼拜，你服侍尔，剩咧也无啥物服侍啊。像阮吼做长老，拜甲拜五上班，拜了礼拜，佫做叫做全年无休。听落有道理呢吼。讲长老，你若有安尼感想，鼓励恁囝读神学院，你知影影仔甲因无？则无爱咧。牧师迄款工课，毋是人咧做诶。哦，这嘛是伊讲诶。伊毋是做行前牧师做劝我吗？敢拜了礼拜尔，剩日拢无咧做啊，拢咧休困啊。哦，无咧看你做，敢若无看到牧师咧做啥？敢看到拜了礼拜，你大家店拢看到牧师，剩日拢无看到人。我讲你若遐心先，你已经年纪也济啊吼，无可能搁去读神来。鼓励恁囝孙去做，伊转啊，甲牧师因讲，牧师的工课毋是人咧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伊的角度是你顾家己啊，伊无咧顾别人。今日咱的教会所有的传教者会做牧师，毋是为着迄份社礼。伊献身是要去关心人，尤其关心遐未信者，敢毋是吗？我想咱在座会请牧师用意，敢毋是安尼吗？所以咱今日伫上帝面前，咱若只有你顾家己，你想家己，你看家己中间，迄个个人主义就走出来啊！伊就真自私，拢往家己角度你看，会造成教会的问题，吼、来，保罗是伫迄个第二章第50讲一句话，讲恁着有基督的心做心。咱对牧师了解对？恁着有基督的心做心。牧师伫遮放两个道人，来，对牧师看一下。来，恁的手招我一下。放你目睭前，拢看到我对无？爱看我哦。啊，请恁即马莫看我，请恁的心来对神。有什么感受？咱的心哪来对牧师？我们会对牧师，一方面会很关心他、爱护他。另外一方面，你看牧师会对他很失望，因为他的期待让你失望，会不会？你即时就无看到耶稣，你看到哦，这牧师做好诶，你做关心你听。这牧师做歹啊，伊互我做失望诶，无像牧师，你拢咧看人啊。但是当我想开时，你对这是个咱照法度亲像隔壁迄个图。咱一群人走法度绘出十字架的记号，是毋是安尼意思？今日有个人讲我要徛伫十字架顶头，啊，大拢走遐去，讲我度刻出一个十字架，大家拢对这个十字架、这个记号，看当你会所徛位，也刻加这个十字架，你了解吗？今日咱真要紧哦！伫教会内面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什么叫做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？这个是意思，就是讲，咱教会内面每一个人爱存相像这个心。你有相像存耶稣基督的心，咱这群人
咱这个教会基体，早我都考出一个耶稣十字架记号啦。若无哦，乱糟糟，你要信无？咱来试看卖。我若卖带涂骹画一个图吼，看你安怎徛安怎摆吼，摆袂出一个十字架。为什么？我要徛我欢喜的位啊！我要做我家己欢喜做的代志啊！咱今日若认真，咱的把睭拢咧看耶稣基督，用耶稣的心做心，咱就有可能来画出耶稣十字架记号。伫遮，咱伫遮感受到耶稣有啥物款的心思意念。咱做一个基督徒是属于伊的人，咱嘛爱亲像耶稣迄款的心思意念啊！伊毋才会当亲像伊，敢毋是吗？所以今日咱三个来想，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是啥物意思？咱三个来想这项事啊。其实通过保罗先生最后第60节、第70节、第8在中间你讲去头一项，你要有谦卑的心。圣经讲，咱来看圣经吼，第2章第60节，伊甲咱讲啥？讲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甲上帝边顶做所着接受的。耶稣基督有上帝的形象，代表耶稣是神，亲像囝有老爸的款，所以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。伊有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迄种的权柄，伊有迄个荣光，有迄个权能，但是为了咱，伊将上帝迄天顶迄个尊严荣光，耶稣牺牲伊家己的形象，来到世间成做人的款式，受尽一生的苦痛，互人出卖，互人电死，陪伴咱行。咱一生的悲情的岁月，然后耶稣则行入去人生的高度。咱看见耶稣，毋是高高在上，伊是迄个放落天顶原本迄个阳光灿烂，甲咱人共款。伊愿意听咱的祈祷，伊愿意帮助咱。我讲咱敢会当看见耶稣这种谦卑的心的时，咱来学习。亲像耶稣会谦卑，耶稣并无坚持家己甲上帝平等迄个身份。换即句话讲，伊毋是掠着迄个权毋放，伊颠倒放了即个甲上帝平等的身份。我讲咱身为一个军队主的人，咱拢常常有家己的想法。但是一个军队主的人，爱拍破家己的想法，家己的想法。伫路加福音书第9章23节讲，若有人爱对我，就着看无家己，日日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。当你读这段圣经节，听这种啥，什么叫看无家己？容易吗？伫咱的本性容易看无自己吗？这不容易呢。那你团队中间有人做爱讲话，为什么他喜欢讲话？因为表示他存在嘛。他不甘寂寞，不甘被人家忽略，我就是要发表。你嘛可以拄到这种人无？伊就是要讲话，因为我说我存在，不是我是我存在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你将来感受到耶稣留了这水的脚了，好咱来学习。就是耶稣不但家己谦卑，伊嘛咧提醒咱做伊学生人嘛爱谦卑。其实谦卑伫咱教会生活是一个最重要的功课。第二，保罗先生第7节中间讲，摒空家己的心呐，除了奴仆的形象，正做人的样式。什么叫摒空家己？咱第60节，保罗讲爱看无家己；第7节中爱摒空家己。为什么要摒空？看无家己也许很容易做到，我就自卑感一点重一点，我就看我自己。
我啥物拢袂晓，会当拢免做。变空家己是什么意思？就倒空自己的意思，把自己的东西全部丢出去，挖出去。啊，变空什么意思？要互上礼拜，互主耶稣礼拜，互主耶稣做咱的主。咱今日伫遮看见迄个新约的中间，玛利亚，当上帝的天使甲讲，你要安怎怀孕生囝？对一个未出家查某人，这是真严重的代志。搁一个慰问问伫边仔呢，这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情，甚至会面对到被人家丢石头打死。但是咱知影玛利亚听天使甲讲这代志，伊讲4字，啥物呢？尊主最大，尊主最大会进前你爱心拼空家己，你才会当互主耶稣踮入你的心内，你才做主的奴仆。咱今仔日看见耶稣虽然有巨大至悬的新闻，但是伊甘愿真做奴仆，互上帝差派，就是拼空家己，尊主最大。其实咱这么现代人，拢是要乐观，想要拍算，是要叫人做。不过耶稣讲，恁中间若要做大的，要做恁的菜用，囡仔自个的要害卑微，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。这敢毋是耶稣对咱讲的吗？这嘛是主耶稣对咱的命令。毋嘛，咱伫上帝面前，随时存着一粒奴仆的心去服侍别人，亲像耶稣共款，你服侍众人。最后，保罗先生第8节讲啦，顺服的心，有亲像既有人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家己顺服到底死，生伫死伫一个家顶。保罗先生，你讲这句第8节讲这句是你讲耶稣。咱知影耶稣要奉定死进前一暗，耶稣甲3个学生去克西马尼园祈祷，对无？当伊学生困去啊，敢若耶稣单独面对上帝咧祈祷的时，咱知影耶稣的心内非常的精彩，因为伊知影伊来世间的目的是要通过十字架的救赎来拯救世间人。但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耶稣嘛是人的，甲人共款，会艰苦，会枵，会生气，会惊吓，会担心。会欢喜，伊是一个完全的人。当伊要面对死亡的时，伊的内心何等的精彩。所以，伊伫迄马太26章39节，伊讲一句话，讲我的爸啊，若会做得，就互这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因为咱的耶稣，伊伫遮顺服到死。安尼耶稣祈祷3届，祈祷讲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其实我感觉常常有足侪教人祈祷的册，伫我体会祈祷，咱安尼甲上帝讲话沟通。其实伫我的人生的教练中，祈祷是一直祈祷的中间，一直甲上帝求的中间，一直甲上帝讨的中间，讨到尾啊，会像耶稣讲这句话，是照你所爱，毋是照我所爱。安怎意思无？我最近看到一本册，顺服带来神迹，我相信呢。像戴宝书讲的，顺服带来神迹，我相信。这个神迹不是我想的神迹，这个神迹是上帝甲咱送到地底，改变我的心，互我愿意顺服上帝的心，照上帝的心意来完成。这敢不是真理啊？你想咱家己的心思意念有容易改变无？无容易改变呢。所以咱伫上帝面前感受到耶稣你讲起这个顺服上帝的人，毋是你嘴来讲我顺服上帝。上重要的是，会当将这个顺服的心行动表现出来。你甲想看觅，
等耶稣伊克西马尼祈祷了后，人要来甲掠，又走无？伊无走呢。伊下先彼得摕刀要干死伊时，伊叫彼得啦，刀收起来，有无？紧啊，绑刀爱死伫啥？刀下呢？你看耶稣，当你迄个互人审判的中间，你互人控诉的中间，有讲话无？人甲诽谤他，因为耶稣已经顺服。现在遐即个，咱的主耶稣因为顺服天父上帝，红殿四是的家顶，伊是完全顺服上帝。今仔日咱信耶稣，咱来依愿来跟对耶稣，互咱而且来清楚伫基督的中间，咱常常去思考。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，咱通过上帝话，甲咱的环境所甲咱启示的，咱明白吗？咱有领受吗？你有感受到耶稣伫你这时阵爱你做啥物？这是咱一个基督徒，伫咱每一工生活中间，你无论做一个动作，讲什么款的话。爱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感谢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通过保罗先生的教示，阮知影伫腓立比教会有友阿爹甲孙道基，因两个人拢为着福音，甲保罗相甲同工，但是因未和，因未同心。保罗先生劝因两人。爱伫主同心同行，今日愿上帝话你也帮助阮。上帝你祝福后部教会每一兄弟姊妹，互因甲牧师忠直同工，相甲同心。即个教会冇有耶稣基督十字架荣光伫因的心上。一人因为因活出耶稣基督生命，来羡慕义爱亲近主。愿你的话，搁一遍对阮讲，互阮真正看无家己，摒空家己，完全顺服主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感谢林牧师带来的信息，甲勉励，下面咱来回应上帝话。圣诗新圣诗150首，旧圣诗398首，非常请起立。我来亲近耶稣。
这位师带咱来做奉献。会众请起立，咱来吟第四首。我的天愿献予你。请咱同心压头来做奉献的祈祷。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每日的保守甲看顾，日日拢赏赐到也的恩典，互阮会当得到充足，无得到欠亏，会当领受日光之的劳碌带来的好处甲喜乐。求主你使阮谦卑顺服的心，会当每一日来亲近主你，并靠阮家己，互阮会当伫个早起时就领受你的主爱，互你的主爱来充满阮的心，定心来得到快乐。当阮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要做圣工的路用。愿主你来感染，阮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下面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50，请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10，咱搁一摆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。腓立比书第2章50。下面我来报告。第一项，今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。学院有派林信哲牧师前来分享，感谢林牧师美好的分享。愿上帝祝福林牧师的家庭甲服侍，请为圣经学院栽培信徒灵命甲教会领袖的事工，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礼拜后有第2场的花语礼拜，请服侍同工继续服侍。第2点，9月14日拜3新眼光查经班前往关怀探访康城会书节，有参加的兄姐，请伫当日上午10点来教会集合。第3点，上年团契9月15礼拜4要搭捷运前往碧潭一日游。有报名的兄姐，请伫当日9点伫府中捷运站检票处集合。等下咱会后的时，请
有报名兄弟留落来。第4点，本会定伫9月25举行野外礼拜，地点是新店县尖石乡水田教会。请紧向阿妈姐报名。第5点，抗日团结伫9月18，就是后礼拜日下晡3点，伫巴草府长老府上举行结婚家庭聚会。福音车有定伫下昼2点10分对教会出发，请会当参加的兄弟伫抗日的来上报名。第6点，本会奖学金已经开始申请，鼓励在学学生有优良的成绩，请将有资格的，请将成绩单交予主日学校长、文理校长，也是林牧师。第7点，请各团结注意，请伫10月底前完成团结干部改选。第8点，中华妇女事工部定伫10月1号拜六上午9点半，伫大洲埕教会举行第67届感恩礼拜甲音乐见证会。下面本周的寿星，9月初10是李仲琪，9月16林美玲执事，请林美玲执事，咱为伊唱，咱祝福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咱下面大道的时间，咱请林牧师带咱来大道。会众请起立。好，来，咱请咱起立同齐，三甲来同心来祈祷。是阮听从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满心感谢你的恩典。每一届来到伫主的宝座前，愿知愿是主所听蒙恩的儿女，主你欢喜，赏赐同样好美，互阮伫你的内底一无欠缺，求主帮赞。互阮拢会当伫主的内底，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互阮欢喜爱，用谦卑学习主的心志，伫遮伫教会内底三甲来生活，伫阮的即个无论是伫阮的工作，也是伫阮的家庭，也是伫阮的社区逐所在，拢会当共款用即个心志。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伫遮来互相来彼此相疼相互使，互阮常常会当来看家己比看人比家己较强，也会当伫遮用谦卑温柔，伫遮来三款待，满心感谢你。主愿当为着教会愿伫遮来所的目标，找回失落的羊群，去做家庭的祭坛，求主帮助阮，会当用实际行动，互阮的教会成做毋忘的记号，互阮的教会成做欣赏，人人欢喜来到伫遮，因为遮有主的圣神甲阮相共伫的，因为遮有主的疼甲阮相共伫的。主，阮满心感谢你，
也互阮伫即个疫情的期间，阮常常也去祈祷的手，为着阮所关心、所听的，为着阮的教会，为着阮的社会，为着阮的国家，为着国际所需要的，阮常常来行祈祷的手来祈祷，也求主用怜悯恩典来款待，来照顾。所以，阮也要将阮台湾最近准备要过来选举，也求主帮咱带领，互即个所选出来的，拢是会当下主心意的，互因有智慧的心，会当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主三甲同行，才会政治领袖，互因伫遮。用百姓的心，伫遮做心来伫遮来好款待阮下遮的百姓。主，阮也恳求你，阮要即时要为着阮教会兄弟姊妹身躯软正软弱病痛的，也是出国的这兄弟姊妹，要求主看顾带领。有伫咧英国也阁有防疫专家，主求你帮咱在祝福伫因的即个大细细拢有稳定，甲因三甲伫地罗文、一凡、子婷、依山伫咧澳洲，也阁有彩云、国强、伟力伫咧美国。至于重企的专家文腾易经，也阁有即个巴长老的囝婿洪宇。即卖拢伫咧即个中国的所在，助力甲因三甲伫地，望如伫咧法国细灵兄专家伫咧南非，助力保守因无论伫逐所在，拢会当伫遐来找到一个教会，诚做因的亚看，伫遮来帮赞，互因会当亚看风甲雨。主求你甲因三甲伫地，当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伫迄个所在，主你有缘差派天使、天兵天将四围来保守、来看顾、来扶持，互因出入拢有平安。主，阮也为着身躯软正软弱病痛的翠兰姐，也是即个清风兄，这是静怡姐的后生。也阁有秀丽姐，也阁有数局姐，美玲的老爸洪科老先生，也是阮阮慧杰的福建，主遮会拢交托伫主的手中，主你来引带带领，互阮有勇健健康的身躯，通服侍你，因为阮的身躯是主的圣殿，要伫阮的圣殿来荣耀主的圣名。主阮也为着即个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来祈祷。阮也听到即个战争已经得要煞。主阮满心感谢你，求主将你的和平带来到伫逐所在。主阮满心感谢，阮也为着抑搁咧确诊也是咧康复的兄弟姊妹来保守看顾，互因会拢会当即个紧紧恢复健康。阮教会也阁有福音甲施恩伫做兵，求主保守看顾带领因，拢总有平安。主阮伫咧即个中秋节，侪兄弟姊妹也出去外面旅游，也是回故乡来探亲。主你保守因出入平安，入也平安。互阮的手所做的工，伫主的面前看做是水是好。互阮嘴所讲每一句话，拢有主的恩典，甲阮三甲伫地。互阮放伫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上的即个温柔的话，也是温典的行动，拢是主的圣神感动伫阮的内底所做的。愿阮的教会诚做主所欢喜、所要祝福的芳芳的祭来献伫主的面前，满心感谢、祈祷、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下面上映圣诗395首。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，互咱来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对这条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岛避会。